我得罪咗好多人，但我都不得已咁樣講。有咁大個頭，你要戴咁大頂帽，降維打擊，鋼條鐵咩？呢期情懷車節目開始之前呢，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係從呢期節目好密切相關嘅，就係我身邊呢一部第3代嘅路虎攬勝啊！哇，將嗰個恭喜公子打喺公屏上面，因為呢個好消息就係呢部車係公子想入手嘅。咁亦都傾到好好㗎啦，咁又興奮完、查完車，咁樣佢係一部極品啦，要俾錢㗎啦。所以咧，作為一個準車主嘅角度嚟講，我可以將公子嘅呢一部即將入手嘅愛車同大家分享。呢件事係咪真係值得開心一鍵3年啊？好啦，咁講完呢個好消息之後，要講個壞消息，就係喺拍呢期節目之前，啱啱出發嘅時候，公子接到車主嘅電話，話佢唔賣啦，突然間又唔捨得啦。公子而家係沉浸喺一種得咗但係又冇咗嘅咁樣嘅患得患失嘅狀態，但係對於呢部車，佢實實在在擺喺度嘅就係我見到佢嘅優秀啊！第3代嘅路虎攬勝喺好多中國車迷嘅心目中，第一次知道路虎大攬勝，甚至第一次知道路虎就係佢啦。喂，嗰出好經典嘅戲啊，邊個睇過？喺個彈幕度講俾我聽啊！就係好有爭議嘅出嚟叫《蝸居》，《蝸居》入邊嗰個好肥膩嘅中年男人，當時就係靠一部咁樣嘅車，路虎就是男人的腿，空中吹拂的風啊！哇！征服咗嗰個涉世未深嘅大學畢業生，呢種咁扭曲嘅關係、物慾、精神上邊嘅征服，都係路虎賦予俾嗰個肥膩男人唔知點樣嘅講唔清嘅呢一啲光環啊！因為一直以嚟攬勝就係攬勝，佢都係咁驕傲嘅存在嘅。而第3代攬勝係驕傲中嘅驕傲，佢創造咗好多歷史，改變咗好多嘢。呢一期節目我同大家慢慢去講下。首先，我想講下攬勝嘅呢一個家族，呢個家族點嚟啊？肯定係離唔開佢嘅前輩啦。大家會知道路虎呢個品牌啱啱開波，佢嘅啟蒙者係邊個？係 Willy 啊！嗰部吉普車啊，萬物起源啊，佢係呢一種車型嘅鼻祖。而當時喺英國方面，佢亦都去攞咗嗰部 Willy 去加咗2個輪拱，就變成 Series One， 亦成為今時今日路虎家族嘅神主牌。嗰部係一部開始，係一部原點。好啦，一個傳奇嘅品牌 Land Rover 就此誕生。你知唔知 Land Rover 係點嚟㗎？其實呢個牌子而家會擺喺呢度一個圓形嘅 logo， 你揞住個 Land 下邊就係 Rover， 即係嗰啲當時嘅路華汽車。路華汽車係英國嘅一個老牌子，亦都係英國嘅一個國民品牌啊。當時路華去做轎車啊，各方面嘅車做咗好多。咁去到佢要做一部越野車嘅時候，佢為咗區別呢個家族嘅唔同嘅產品線，就喺前邊加咗個 Land。好顯然 Land Rover 就係落田落去耕田嘅咁樣嘅路華，係字面嘅解釋。所以咧 Land Rover 呢個牌子係一個功能性嘅命名。好啦，咁你知道 Land Rover 呢個詞係點樣嚟之後，你就好好區分啊。Land 就係區別於拖拉機同埋一部吉普車中間咁樣嘅定位啦，俾你耕田所用嘅。咁 Range Rover 咧，顯然字面解釋下 Range 嘅意思大概就係好曠野啊、全地形啊，係咁樣嘅意思啦。咁你字面理解咪一架全地形嘅路華咯？咁同嗰架拖拉機嘅行耕田嗰部 Land Rover 就顯然就唔同兩個產品嘅一個級別啦。呢架車其實係嗰時路虎嘅工程師受到美國啱啱興起嘅所謂嘅全地形車咁樣嘅風潮嘅影響，代表例子係 Bronco 同埋吉普嘅嗰架切諾基，嗰時亦都有佢嘅前身啦。呢啲車係開拓咗一個全新嘅一個領域，叫多功能車。儘管英國市場唔需要，但係佢覺得呢個可能係未來嘅一個發展方向。咁呢班工程師就想開發一部既有 Land Rover 咁樣嘅全地形或者係越野方面嘅能力，同其時亦都兼顧到公路屬性嘅係一部融合車出嚟。
不過呢樣嘢喺集團內部係受到非常之大嘅一個反對意見㗎，因為嗰班老頑固咁認為英國人保守啊嘛，喂，你搞呢啲做咩啊？係背離初心㗎，唔應該做呢啲嘢㗎。所以面對呢啲咁反對嘅聲音，呢一班工程師做嘅一個創新小組係用一種好鬼說不得已嘅方法，重度偽裝，甚至嗰個名叫咩啦？呢個名你都知道一個端倪啦，就係唔想俾你知咁嘅意思啊嘛。佢就變成係攬勝嘅一個鼻祖啦。喺1970年呢一部攬勝第一次同世人去面試之後，震驚嘅唔單止係集團嘅嗰班老頑固，哇！你班樣真係搞咗出嚟喎！震驚嘅仲有係呢個車壇啊！你知唔知嗰個時候第一代嘅攬勝佢係雙門噶嘛？佢個開發理念其實係做一部高薪嘅旅行車，咁樣先係佢嘅開發理念。同埋當其時嘅 Series One 啊，都係雙門噶嘛，大家會認為呢一啲車雙門先係本源。喺雙門嘅基礎上，佢會變得更加大、更加方正、更加舒適，公路屬性會變得好。佢點做到嘅呢？佢破天荒，亦都違背咗祖宗嘅祖訓。佢居然用彈簧懸掛，佢居然用4輪嘅碟剎，而呢啲嘢呢，喺之前嘅路虎產品上邊都係唔敢想象嘅，因為你喺抗野上邊，佢認為呢樣嘢係唔夠可靠嘅，唔夠硬核嘅。但係正因為呢啲改變，令到第一代嘅攬勝一面世嘅時候就獲得咗一種前所未有嘅體驗。哇，好好開，好現代，完全就媲美一部轎車嘅咁樣嘅駕乘嘅感受。但係佢亦都有頂級嘅咁樣嘅越野能力，同埋佢嘅設計相當之漂亮，方方正正，完完全全係由功能去導致到佢咁樣嘅形狀嘅。其實嗰部車一誕生嘅時候咧，有3個佢嘅一個原創嘅團隊啦，擺到最後決定呢架車嘅造型嘅，反而係佢嘅外觀設計師決定嗰部車做成咁嘅，2個都係佢嘅工程師。所以呢部車係一部工程師主導嘅工業傑作啊！1970年佢誕生之後，1971年佢居然被羅浮宮去收納，成為20世紀最偉大嘅工業作品，一部路虎嘅攬勝，佢何德何能？途宮同個蒙羅麗莎擺埋一齊，成為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上嘅重要嘅非功能性嘅咁樣嘅記憶啊！咁亦都係據我所知，好似都係唯一一次到現時為止喺羅浮宮展出過嘅車，亦都只有佢嘅爸爸、佢嘅前輩。好啦，你知道攬勝嘅發展歷史之後呢，你就會知道呢個家族開始開掛啦，佢嘅傳奇人生開始啦。你睇下呢部係第3代嘅攬勝啊，佢身上亦都充滿咗初代攬勝嘅影子，例如絕對方正嘅車身，包括呢一個當時叫懸浮車頂啊，黑色嘅呢條柱啊，第一代已經係有個超靚超漂亮。佢呢架車上邊有嘅元素，我認為佢係比第2代會更加忠實於前輩設計嘅語言嚇，所以佢好漂亮，一出到嚟就係令到大家為之一振嘅。喺嗰個年代，佢嘅呢個份量咁嘅體型，絕對就係一個大塊頭啊，好緊要，好有份量嘅咁樣嘅一個出品嚇。我哋之所以會攞一部第3代嘅攬勝嚟同大家拍呢期節目，唔只係因為呢部係我哋可以喺中國市場攞到最容易嘅正式入口嘅第一代攬勝，並且佢本身都係充滿故事嘅。講真啦，佢並唔係話一開始就想定義自己一部超豪華嘅 SUV， 豪華嘅概念喺嗰個年代嘅體驗，我認為係一種多出嚟嘅可能性，就叫做公路性能。佢並唔會話有好多豪華嘅嘢掉落去，直到後期佢突然間諗起係呢部車我都做咗10年啦，咁喺公路方面亦都獲得大家嘅認可啦。我係咪加啲嘢俾佢呢？路虎工程師喺佢10年之後先諗起，不如俾多2隻門佢，令佢變得喺實用方面更加實用啊！既然俾多咗2隻門啦，我不如俾啲桃木佢，俾啲真皮佢。所以喺嗰個時候，我認為路虎變成一部超豪華 SUV 係應該從佢誕生嘅10年之後開始有4門車型
開始計數嘅。哇！喺嗰個時候，喺一部咁硬核嘅越野車上邊，你見到咁豪華嘅真皮同埋咁靚嘅呢啲桃木，係一件好破天荒嘅事情嚟㗎。好啦，第二代嘅攬勝又做咗啲乜嘢進步呢？我認為佢係繼承於第一代嘅後期款，即係變成4門之後，佢諗得好清楚，要喺豪華同越野呢條路之間闖出自己嘅一片天地，亦都係當其時絕無僅有嘅一個細分市場。其他人想做，但係冇咁樣嘅本錢，亦都冇咁樣嘅經驗。呢樣嘢只有路虎可以做。點解呢？因為喺 Land Rover 方面，佢獲得大量嘅越野經驗，但係喺佢嘅背景老家英國方面，英國玩格調方面，全世界當其時除咗佢，仲有邊個識玩呢？呢兩樣嘢融合，如果要揾一個最合適嘅，可能英國人會係最啱嘅。所以第二代車型喺呢一方面，佢將佢進行到極致。所謂嘅越野界嘅勞斯萊斯，其實就係從嗰時開始講起嘅。你知唔知點解佢叫越野界嘅勞斯萊斯啊？有咁樣嘅講法，就係因為佢好豪華，好靚，靚到好似勞斯萊斯咁。其實呢個係誤傳嚟㗎，並唔係咁嘅意思。佢點解叫越野界勞斯萊斯咧？同呢個名係有關嘅。你將 Range 嘅後邊呢個英文咧按住，就將呢個 Rover 嘅後邊呢度撳住，佢係咪 RR？係咪 RR 越野啊？係咁樣嚟嘅，所以大家會簡稱佢係 RR 越野車，咪勞斯萊斯越野車咯。當然，絕對係離唔開佢本身係足夠豪華嘅。而第二代嘅攬勝，佢獲得豪華奠定江湖地位嘅好重要嘅原因，唔單止係話佢個包裝有幾咁嘅靚，呢啲係常規操作㗎，仲要佢喺技術方面嘅真係做到遙遙領先啊！你諗下，邊有人想到喺當其時嘅一部硬派越野車上邊，佢有空氣避震啦，佢第一個搭載，仲有大量嘅電子裝備去加持到落嗰部車上邊。哇！呢件事係好破天荒，亦都好震撼嘅。其實豪華，我哋現時去理解，我認為係膚淺咗嘅。大家會認為豪華係識講古仔，有歷史、有內涵，材料用得靚、用得足。其實真係唔係。豪華好多時去引領嘅係一種先進科技嘅優先裝備。呢個會係嗰個年代豪華車獲得尊重嘅好重要嘅原因。不過第二代嘅攬勝口碑唔係咁好啊，喺全球方面大家都會投訴佢成 Q 日壞，冇嘢整得好嘅，唔係話呢度，唔係話嗰度。呢個我認為都係電子化科技轉型嘅一個陣痛啊！其實嗰啲技術源於寶馬，但係寶馬喺越野車方面，喺可靠性方面嘅呢啲經驗其實係唔足嘅，所以簡簡單單將嗰啲電子裝備擺喺一部要去應付好嚴格嘅咁樣嘅環境要求嘅越野車，不可避免就會出現嗰啲情況㗎啦。所以第二代攬勝既係時主流嘅聲音，但係英國嘅工程師非常之頑固，佢話唔得。因為路虎佢嘅核心就係佢喺抗野上邊，佢喺越野性能方面嘅唔妥協，到最尾都係大家說服唔到大家。英國嘅團隊就邀請咗寶馬嘅工程師，不如你過嚟啦，我帶你去蘇格蘭場嗰啲越野方面、嗰啲抗野方面去體驗下一部要佩戴得上呢部綠色徽章嘅車應該具備啲咩能力。哇！死得啦！啲德國佬點見過呢啲咁樣嘅場面啊？因為英國嘅地形係德國好多地方係唔具備㗎。你嗰啲咁嘅沼澤地，嗰啲咩過水嘅能力係嘛？嗰啲咁樣嘅通過性，對越野方面嘅嗰種嚴酷嘅要求，呢啲嘢都係令德國嘅嗰班工程師嘆為觀止啊！後尾佢都被說服咗，係有冇可能呢樣嘢係唔衝突嘅呢？我既有公路方面嘅舒適性，我同其時亦都有越野方面嘅唔妥協，呢件事幾好啊！所以英國方面嘅設計團隊就勝出咗啦。不過件事亦都好搞笑啊！到咗呢部車面世嘅時候，寶馬係一手催生咗呢部車整個嘅開發嘅過程噶嘛。到最尾呢部車係賣 Q 咗俾福特啦。所以成個研發過程係寶馬搞嘅，但係佢要誕生啦，佢要開始接受鮮花同鼓掌啦。咁寶馬、福特俾你，我唔要呢啲，我做幕後英雄得啦。咁就係呢部車佢誕生嘅一個背景啦。所以我而家見到嘅呢部係後期版本啊，佢個發動機已經係用翻積架嘅機器啦，都係 4.4 V8，但係前期款嗰個 4.4 V8 咧係寶馬嘅，同寶馬嗰個7係一樣嘅發動機，但係去到後期佢亦都用翻咗福特集團下邊嘅
呢個積架機器啦。咁所以佢係福特嘅機器、寶馬嘅研發、英國嘅設計，萬國融合埋一齊，就係變成佢呢一部咁樣嘅作品。通常咁樣唔會有好下場嘅，但係佢偏偏係一個特例啊！佢真係好罕有咁樣喺咁複雜嘅股東關係、咁複雜嘅開發背景之下，佢真係可以攞到國家之所長，做出一個最完美嘅混血兒出嚟。不可阻擋，只想我是王。不過我哋諗下，佢點解可以做咁獨特呢？肯定佢有自己嘅個人之處。歸根到底，攬勝呢個牌子嚟到今日都仲可以保持驕傲，同佢堅持嘅定位係有關係嘅。啱都講過啦，奢華級嘅超豪華嘅越野車，佢係鼻祖啊，佢係一切啊！我哋而家講勞斯萊斯庫里南，好多人會認為嗰部車係豪華 SUV 嘅一個天花板，但係喺我心目中，它啥都不是。如果真係要忘記初心，嗰部就真係忘記初心嘅產品，嗰部就係一部揾食嘅產品，嗰部就係一部做俾土豪嘅產品。我得罪咗好多人，但我都不得已咁樣講。勞斯萊斯有乜嘢做 SUV 嘅經驗啊？佢點解要做保咁樣嘅車？除咗揾錢，你再揾第二個理由俾我，點解佢仲要保咁樣嘅車？冇理由噶嘛，係咪先？但係佢唔係喎，佢係有理由嘅喎。佢做呢樣嘢係有使用場景嘅喎，佢係經歷過喺基層方面嘅打磨，佢係有地基嘅，咁係拔地而起嘅，而唔係突然間炸出嚟嗰孫悟空炸出嚟咁樣炸出嚟嘅車。我認為佢喺一個品牌底蘊方面，喺生命力方面係有顯然嘅差距嘅。你都知道啦，庫里南而家都係寶馬集團下邊嘅作品啦，而寶馬做 SUV 最早係受邊個啟發？路虎嘅啟發。所以呢句話係咪變成佢都係庫里南個阿爺啊？庫里南去清明拜山嘅時候，佢都要同佢上柱香啊。所以江湖地位邊個高邊個低，一眼便知。攬勝就係攬勝，攬勝就係 YYDS。嗰句話點講啊？年少氣盛，路虎難伸；年輕輕狂，路虎家常。呢啲咁樣嘅嘢係發自內心，唔係虛榮，係你真實嘅內心寫照。好啦，我再同大家去拆解呢部車，佢點做得一種俾人獲得尊重嘅超豪華越野車。注意，我用嘅係越野車去形容佢，並唔係 SUV。我認為用 SUV 去形容呢架車係對佢嘅侮辱，因為佢就係部越野車。有人話針冇兩頭利，但係喺攬勝方面，佢就做到針嘅兩頭都係利嘅。從外觀去睇下佢，你睇下佢有空氣避震，呢已經係第二次玩㗎啦嚇。喺呢代方面其實都幾可靠㗎，唔會話咩太大嘅問題嘅。當佢升到最高嘅時候，佢可以獲得攞本簿去記低，足足有900mm 嘅涉水深度。無論喺任何時候，水虎呢個名都係咁樣嚟嘅。佢嘅涉水能力就係頂呱呱，因為呢個係佢嘅品牌入邊嘅 DNA。佢唔係花架子，佢真係可以令到你喺城市入邊水浸可以間過去，喺沼澤方面佢可以爬出嚟。佢點做到啊？除咗呢個懸掛，佢有大幅度嘅咁樣嘅升高嘅行程。第二個呢種蚌殼式嘅呢個機蓋嘅結構，就係為咗俾你推水嘅時候，呢啲水係唔會通過呢條罅走入去入邊嘅。寶馬係唔得噶嘛。眾所周知，寶馬嘅涉水深度就係揸任何水，寶馬只要揸嘅寶馬，你千祈唔好過水，因為嗰部車唔係為呢個準備嘅。但係路虎永遠係涉水方面嘅強者啊！當佢有呢個蚌殼式嘅機蓋，而佢嘅吸氣喺呢個位置嘅，啲水喺呢度推開，佢會好高嘅。哪怕沒過呢個機蓋，佢都唔怕，因為佢嘅水流會嚟到呢度，咁樣行落嚟嘅。而佢嘅吸喺呢個位置，所以佢會令到喺推水嘅時候可以穩定地令佢嘅入氣都唔會處於危險嘅狀態。嗱，呢個係佢嘅推水能力啊。第二個，全地形嘅越野系統喺呢部車上面都係配備咗，呢個係一個破天荒嘅技術嚟㗎。路虎嘅工程師佢認為咧，一部超豪華越野車再俾兩支波棍，嗰支 LX470咪就咁咯，係咪先？呢啲係假豪華，呢啲只不過係將一部工地車去包裝。呢個佢認為係一部假豪華，而路虎唔係，佢要時刻保持優雅，就係令你面臨好困境嘅時候，你都可以着住件西裝，擰一下個掣，佢就可以變成硬核嘅越野模式，中叉後叉唔使去掹嗰啲波棍，擰嗰個掣，架車就已經具備咗咁樣嘅通過能力啊！所以佢係將優雅同埋佢嘅能力完美咁樣喺呢部車上邊
同期去搭載嘅。呢部車喺上邊會見到太多硬派越野車應該有嘅嘢，亦都本來要有嘅嘢，但同其時亦都會有好多原來硬派越野車根本難以想像嘅嘢，就係打開個車廂，你睇下呢個籠，越野車界嘅勞斯萊斯。佢喺部越野車上面點做到㗎？呢部都唔係一部頂配嘅版本啊！頂配嘅版本仲有溫莎皮呢啲咁樣嘅桃木，地氈都係金屬包邊嘅，每一個細節都係體諒到力量感同埋呢種尊嚴、呢種豪華完全嘅融合啊！呢個咁樣嘅內飾係令大家為之一振嘅，亦都係同期嘅寶馬係根本冇可能有嘅。有人話其實呢部車寶馬當時做出嚟嘅咧，佢係分兩個級別嘅，佢係 full option 版。即係所有嘢拉到頂，而寶馬 X5係呢部車嘅低配嘅版本，咁樣理解，我認為係都係合適嘅。其實喺 X5上邊亦都會見到好多源自於攬勝嘅設計，外觀方面最顯然就係呢個天地門啦。係啦，呢個門亦都係第一代 X5嘅好典型嘅設計嚇。其實呢個當然係借鑑咗攬勝啦。同期時喺架 X5上面一部公路嘅 SUV，你會見到個陡坡緩降系統啊，其實唔啱嘅。嗰部車點解要陡坡緩降啊？如果你 X5 車主，你同我講下，你有冇哪怕用過一次啊？9成 X5 車主都唔會有用陡坡緩降系統嘅，但係嗰部車上邊有，因為嗰個技術係寶馬去為路虎開發㗎。可能覺得做得太好啦嗰樣嘢嚇，不用擺不用，因為佢電子系統嚟㗎嘛，不如將嗰樣嘢俾埋 X5 啦。咁啊，除此之外更加多。就係唔多噶啦，佢依然保持咗自己嘅尊嚴，佢係一部正兒八經真正嘅路虎，喺英女王出行嘅時候都願意自己開嘅路虎。呢架車啲驕傲同揸上手嗰下，你啲笑容喺個心度笑出嚟嘅。嗰個係咩啊？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揸路虎係嘛？你知唔知心裏邊嗰句話係咩啊？你兄弟使閪，你睇佢擔心咩？佢驚你心理唔平衡，驚你太過羨慕佢，而導致你心裏邊唔舒服，同你講：哎呀，揸路虎冇你咁得唔好㗎，好苦㗎，成日壞車，邊有你諗得咁光鮮啊？其實真係為咗你考慮嘅，呢個完全係嚟自路虎車主嘅謙虛。因為真正嘅路虎車揸上手，你先知道呢一手氣宇軒昂，呢手氣定神閒，冇啊！呢個世界上冇車可以比嘅。有一句講一句，如果你係尊貴嘅攬勝車主，你一定明白我講嘅係咩，就係攬勝俾到你嘅驕傲，呢種嘅氣場只有自己先知。其實真正嘅路虎車主要令呢部車保持尊嚴，啱啱都講咗，佢係一部移動嘅豪宅啊！你住豪宅，你嘅管理費係咪應該比人哋高先？你豪宅入邊你嘅中央冷氣，你嘅其他嗰啲裝備，你做嗰啲設備，係咪要比人哋付出更加多嘅呢個維保嘅成本呢？呢個係一定噶嘛，所以有咁大個頭，你要戴咁大頂帽。真正嘅路虎車主係門當戶對嘅呢啲攬勝車主，佢對呢啲車嘅養護就係符合翻一部移動豪宅應該有嘅規模。如果你係所有嘢匹配嘅情況下，呢部車剩低俾你嘅只有滿足同埋驕傲。如果你要強上嘅時候，你夾硬嚟，你當然要覺得力不從心啦。好似我 friend 同我講話，呢車點解整極都整唔好？我話因為你唔夠徹底整得。呢架車其實壞咩咧？好少嘢嘅啫，個空氣避震嗰啲傳感味，空氣避震本身其實質量好鬼好嘅，其他嗰啲電子嘢可能會壞啲。咁你咪一次過換晒佢咯，一次過換晒，好似睇起身比較多錢，但係換完一次之後，呢部車可以俾你嗰種持續落嚟嘅一種使用，你會令你嗰種感受會好好多嘅。如果唔係，佢到咗一定年紀嘅時候，唔係話呢個壞嗰個，唔係呢個壞嗰個，你會覺得呢架車永遠都整唔好。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令到大家對呢架車印象唔好，或者對路虎故障率高，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之前進口中國嘅呢啲產品，佢未做在地化嘅適配啊，好多嘅平衡進口車嗰啲油品就唔啱。都未開出中汽南方架車就着燈㗎啦，所以去到後期，我哋嘅自己嘅油品質量係調高咗。第二個係針對翻中國市場嘅適配，呢啲車嘅可靠性亦變得比較高嘅。其實我覺得我係有話語權嘅，包括我之前揸嘅發現4啦，係咪嘅攬運啦，呢啲車其實我都擁有咗好長嘅一段時間，俾我揾嘅麻煩真係唔多。前提就係我一次過有咩問題執好佢，其實佢個維保嘅成本啊，係會比普通車稍高一啲，亦都唔至於嚇人嘅。
喺呢架 L322 底盤代號嘅第3代攬勝誕生嘅時候，佢同 X5 團隊之間嗰個拗撬就係在於係唔係同 X5 用共同嘅平台開發。路虎話冇問題，我可以同寶馬共用平台，但係只有3樣嘢我要保留。第一個，佢要一種可以應付越野需求嘅車身結構，令到呢部車抗扭曲性，既有媲美當其時硬派帶大陣嗰啲車，但係佢亦都令重量方面得以控制。第二個要求係咩呢？呢部車佢有全地形嘅呢個控制系統。第三個要求係咩啊？空氣避震。呢3個就係路虎團隊俾寶馬媽咪提出嘅要求。哇，佢真係幾叻喎！正因為呢3樣嘢，令到呢部車同全新開發有乜嘢區別呢？而呢一啲嘢一下子會令到第3代嘅攬勝就企起咗巨人之巔。有人話 G 卡士可以同佢比，唔好意思，我覺得 G 卡士係比唔到攬勝嘅。你睇下 G 卡士喺越野方面係一把好手，但係你真係講到絕對嘅越野實力方面，路虎唔會比你 G 卡士差吧？係咪啊？再講品牌歷史方面，路虎亦都絕對唔會比你 G 卡士差吧？佢嘅歷史比你仲悠久。再第三個亦都係最重要嘅，講豪華，你 G 卡士同攬勝去比，完全就係冇得比啦。我先唔講佢創造咗一個超豪華越野車嘅呢個級別，就係講佢呢個底層嘅邏輯。一部全能嘅越野車 SUV， 再加個豪華嘅包裝，良好嘅公路性能，一定嘅越野通過性。你諗下呢個係咪一個萬能嘅方程式？今時今日有邊架呢啲咁樣嘅造型嘅車，呢啲咁嘅類型嘅車唔係套呢一條由路虎、由攬勝創造嘅呢條方程式啊？其實攬勝誕生嘅年代，哪怕呢一部2000年到2011年嘅年代咧，係正處於呢個汽車技術嘅一個迭代嘅年代，好多新技術去誕生，但係亦都未到材料學方面嘅極大嘅進步，所以你會見到好多高科技嘅產品會攞入嚟，但係可靠性方面都係差咁啲嘢嘅。而路虎喺同期時嘅呢啲車去比，我講咩 ML 啊、X5 啊、初代嘅卡宴啊，同呢啲車去比，佢嘅可靠性會比嗰啲係會更加好嘅。呢個係足見佢嘅嗰個品質係去到一個比較高嘅高度嘅，而唔好忘記下佢嘅複雜程度，佢嘅嗰個檔次係遠高於我講嘅啱先嗰啲車嘅。所以我認為攬勝一直係一種孤傲嘅存在，冇一部車可以同佢競爭，哪怕係喺今日，富利南同佢去比都冇得比。你唔通攞個富利南去越野啊？你係唔得噶嘛？佢最新嘅一代，你哋成日笑嘅嚟自 Tata 嘅呢個路虎攬勝，佢都係可以好驕傲咁優雅地帶你去到沙漠之巔啊，去到岩石之巔啊，佢依然都可以去做到嘅。呢個就係咁多年嚟呢個家族可以俾你獲得尊重嘅硬實力啊！基於咁樣嘅堅持，呢部車喺硬件配置方面係全部拉滿嘅。V8 係呢部車嘅靈魂所在啊！所以無論佢係呢架係4.4嘅 Jaguar 機器嘅 V8， 或者前期用嘅寶馬嘅4.4 V8， 去到後期仲有4.2嘅叉燒啦、5.0嘅叉燒啦，呢啲咁樣嘅機械增壓車型，會令到佢0到100加速2.7噸啊！呢部車啊，6秒幾就已經搞掂啊，嚇死人啦！佢絕對係一部性能嘅猛獸，而呢一啲擺到嚟今日新能源方面喐啲人話咩技術換賽道嘅鏈啊，降維打擊，你好中意用呢啲詞㗎，話降維打擊，其實鋼條鐵咩？你咪馬力大啲啫嘛！喺呢一種越野方面嘅性能，邊係咁簡單大力就可以達成嘅呢？呢啲經驗啊，今日你都未必係學到嘅。20幾年後，我再開一部咁樣嘅車，係冇老人味嘅。哇！呢個真係難得，嗰啲動力嘅充沛，你睇下起油嗰下。特別係啱啱起步嗰下，嗰種低扭嘅嗰種響應，就係氣定神閒啊！我相信咧，大部分嘅攬勝車主係唔會下下地台有咁樣去催谷呢部車嘅。佢同卡宴同埋 X5 嗰啲公路猛獸係唔同，佢係保持淡定嘅。公路上邊佢有氣定神閒，哪怕200公里嘅高速，佢都係要咁搭住隻手喺呢度嘅。咁樣我開嘅淡定，佢唔係肉緊嘅嗰種同公路同賽道每一個彎同 G 值佢較勁嘅嗰種唔同，佢快。但係優雅，佢越野嘅情況，外邊嘅環境再惡劣都，佢都係優雅。其實英國人喺呢部車上面有好多細節嘅，亦都係其他路虎都會見到，好典型嘅，好似呢個開窗嘅呢粒掣，好多車都係呢個位置噶嘛。
佢係擺喺呢個位置。我有一次我去試路虎，我去問路虎嘅工程師點解要做到咁，佢話會令到車主喺駕駛呢架車嘅時候，嗰種誓不低頭，嗰種永遠目視前方嘅一種狀態可以得以保持驕傲。好似公子，點解我建議佢要買一個攬勝？就係因為以佢同英女王差唔多咁樣嘅身高，坐喺呢一部攬勝上邊，都有獲得好似阿姚明坐一部七系咁樣嘅俯瞰天下嘅感覺。而呢啲咁嘅尊貴感，呢啲自我嘅認同感，係攬勝帶俾佢。哇！10萬蚊都唔使，你可以買到咁樣嘅尊重喎，去邊度揾啊？所以呢部車真係公子獲得佢係好消息，但係車主又唔肯賣俾公子啦，我就覺得替公子覺得好惋惜，佢應該傷心好多日嘅。第二個，你睇下呢個扶手，所有路虎都係有嘅，而紳士佢做呢個扶手嘅時候，佢係可以微調每一粒掣，而其他車嘅一個手枕呢，佢一係就係固定角度，唔可以調高低；一係就甩掣嘅，甩咁樣去調，佢唔使擺喺呢度，佢隻手指去轉動。盲操作就可以做一個微調嘅高低。記唔記得你呢部豐田上邊係要到咁操作㗎？係要用起青筋，咁樣嚟掹嘅。佢擰就得㗎啦。呢啲就可能英國紳士佢做嘅些許嘅區別，而呢部車上邊做嘅所有細節都要遵從咁樣嘅設計原理嘅。哪怕你開個手套箱，電動開，係嘛？嗰啲凳喺佢高配版本嘅方面，佢嘅後排凳都係支持靠背嘅電動調節，絕對就係破天荒嘅。所有嘅呢啲裝備全部都係充滿咗質感嘅。當其時嘅路虎係好襟舊嘅，你而家你要買一架30幾萬、50幾萬公里嘅呢啲攬勝好，或者係發現好，你都發現佢嘅車廂比同期時嘅德國車都係襟身嘅，因為佢嘅材料就係經得起考驗。呢啲咪就係豪華咯。好啦，呢個基礎上，德國人帶俾你嘅屏幕啦、電子裝備啦，而呢一啲咁嘅結合，令到我坐喺呢部車上邊會真係幾感慨嘅。福特出錢，寶馬出 idea， 然之後英國人出力，哇！成就咗一部咁經典嘅攬勝。而呢啲嘢以後會唔會再有呢？我覺得都好難啊，因為嗰個年代除咗功利性嘅賺錢，大家都其實有啲初心嘅，都會有啲尊重翻對手嘅想法，冇而家咁赤裸裸嘅只有金錢交易嘅。你會發現我車又唔同咗，衫又唔同咗啊！呢個絕對係呢期情懷車節目嘅大彩蛋啦。點解會變咗一架車嘅？如果有睇我微博都會知道，係我安利阿公子入手，咁然後佢已經中晒毒噶啦。點知我安利嘅時候用力過猛，原先車主俾我安利到死啦！袁老師你講到架車咁好，我賣咗佢好似對唔住自己啊，所以佢就話唔賣啦。咁點啊？係咪啊？我公子話你望我望你褲子都拖啦，你現在說不幹啦，怎麼搞？咁跟住我就揾到佢啦，哇！好正啊！就係我心目中想要嘅價錢，唔好問啦。但係因為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物有所值嘅，因為喺呢部車上邊，我會見到車主對佢嘅一切嘅愛啊，同埋我對一部第3代攬勝最美好嘅預期。呢部車上邊全部都俾我睇到。呢部係一部最後期款嘅火燒雲版本。好多人都問我，因為關於呢啲車有好多啲好得意嘅名，抬頭虎啦、火燒雲啦、馬頭啦、炮頭啦，究竟係咩意思呢？嗱，喺呢個彩蛋度，我同大家分享翻下，呢架車係一部火燒雲嘅炮頭版，並唔係抬頭虎，係咩意思呢？炮頭同埋馬頭就睇佢前邊呢個中網，最早期嘅寶馬款即係第1版嗰個就叫馬頭，但係去到後期啦，俾翻福特路虎嘅時候，嗰個就叫炮頭啦。而呢架車係後期嘅火燒雲，係嗰個儀表上邊嗰個液晶表上邊嗰個火燒雲，你有呢個表就叫火燒雲啦。後期款有嘅就新款改舊款，改翻呢個馬頭，呢個係車主嘅傑作，因為佢會覺得馬頭嘅造型會更加襯呢個車，方方正正呢個造型，好似我嘅嘴替咁啊！我就係咁樣諗嘅，呢個頭非常之靚。儘管呢個頭嘅第3代攬勝可能係最唔可靠嗰版，但係奈何唔住佢個樣靚啊嘛，所以用最可靠嘅火燒雲版配呢個馬頭，就係變成一個最完美嘅狀態啦。車主佢係咁樣改嘅。第二個佢將
將呢啲玻璃原先係隱絲玻璃嘅，佢全部變成一個透明嘅玻璃，呢個就叫透明虎啦啊！居然呢個都有朵嘅喎，咁就變成呢個透明嘅版本，架車相當之通透，又係我中意嘅。咁然之後咩叫抬頭虎呢？就係佢嗰隻後期嘅5000叉燒嘅版本，一加油就岳高個頭咁樣去，呢個就叫抬頭虎啦。所以咧，如果你想玩呢架車，有咁多個版本，你揀住嚟。而呢部車另外一個打動我嘅就係佢仲係一個 TDV8嘅版本，係一部3600cc 柴油嘅8缸版本，仲要係粵 A 牌，所有嘢都係全部我需要嘅。柴油，我認為係路虎嘅絕配嚟㗎。首先喺呢個油價高企嘅年代，呢部車居然可以做到高速8公里油耗9升到，市區8公里油耗11、2升咁樣優秀嘅成績，可以講只要佢唔壞，我可以日日開。不過只要唔壞呢個係有啲難度嘅，需要你對呢個充滿愛去維保佢嚇。所以呢期情話者嘅節目最尾呢個大彩蛋係我想接受翻大家嘅恭喜，唔好恭喜公子啦，而家要恭喜我可以得到呢一部車，我可以從上一手對佢咁好嘅個車主手上接過嚟，更加好咁樣去照顧佢。我作為一個路虎嘅一個資深 fans， 一個男性嘅忠實擁躉，可以擁有一部咁嘅成色嘅呢個車，係我嘅幸運啊！